耶穌捨身十架，主你為我犧牲，誠然擔起我的憂患，背負我的痛苦。耶穌捨身為我的過犯受鞭傷，流出寶血，救恩湧流，讓我罪得赦免。你被世人至死不退縮，留下苦杯，漸漸成就救贖。流出犧牲的愛，你為我的過犯，撇下榮耀尊貴，降下捨身拯救，十架犧牲的愛。在義德潔淨，你是路僕溫和，權柄尊貴屬你。喺彼得前書1章咁記載，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因為經上記着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又落嚟，我哋會用普通話唱呢首詩歌《復興聖潔》。主求你扶持我，心中的聖者，為我做清潔的心，使我重新有清潔的靈。主求你扶持我，心中的聖者，將我分別為聖，從你尊貴榮耀賜美。我專心地親身當作舞子，以獻作你聖潔的器皿。我將生命親身為你活，為你哭泣。我將身體親身當作舞子，以獻作你聖潔的器皿，以身傳揚基督的生命。喺詩篇51篇10節咁記載，神啊，求你為我做清潔的心，使我裏面重新有正直的靈。呢首詩歌咧係大衛與拔示巴犯下奸淫，並謀害其夫烏利亞，被先知拿單指責後，寫下呢個嘅禱告嘅詩歌。大衛求神去復興佢嘅聖潔，希望咧佢可以喺神嘅恩典之中可以求赦免。聖潔係神絕對嘅光明同埋純潔，
而分別為聖係神將人喺罪惡之中、喺世俗之中分離，諸屬歸神所有。因為耶穌基督十架嘅犧牲，將我哋分別為聖，並得着聖徒嘅身份。因此我哋喺日常生活之中，我哋更需要順服聖靈嘅教導，遠離罪惡，去活出一個聖嘅生活，求神所用，合乎佢，成為佢尊貴榮耀嘅器皿。我哋再唱有詩歌復興聖潔。而家咧，想先請我哋嘅兒童級嘅學生弟兄姊妹可以過隔離有 Sunday School 嘅時候。而家咧，我哋會有一段嘅公禱嘅時間。願意我哋都有個空間可以將我哋嘅心懷意念交託俾我哋嘅上主，一齊起立。請大家先去為自己祈禱，跟住我會同大家有個公禱，最後我哋會誦讀使徒信經，一齊先去祈禱。我哋一齊祈禱。我哋親愛信實嘅主，我哋嘅三一父上帝，我哋感謝你，你招聚我哋喺主日嘅當中去敬拜你。我哋首先係去將榮耀歸俾你，因為你創造世界，讓我哋有生命，呢啲一切都係從你而嚟。我哋實在要感謝你，將榮耀歸俾你。主啊，我哋求你幫我哋，可以喺你嘅面前，我哋可以重新承認你係我哋
生命嘅主，係獨一嘅主。天父，我哋同時間，我哋為着我哋嘅過犯，我哋嘅罪，求你去饒恕我哋。若然我哋有任何地方得罪你、得罪人，求主透過耶穌基督嘅寶血，再一次赦免我哋，讓我哋可以手潔心清喺你跟前去敬拜你、親近你。主，同時間我哋為着我哋嘅社會去禱告。主啊，你知道呢段時候天氣好炎熱，好多嘅居民，包括我哋自己，都要面對炎熱天氣嗰種嘅辛苦。主啊，我哋求你幫我哋有嗰份嘅忍耐，可以係去度過炎熱嘅天氣。特別求主你保護長者、幼兒、病患者，或者一啲要長期喺戶外工作嘅一啲朋友，求你保護佢哋，讓佢哋唔會因為炎熱嘅天氣而身體受到傷害。主，同時間我哋求你亦都幫助我哋，無論係教會或者我哋自己，亦都對人有嗰份嘅愛憐憫，以致我哋可以去關懷到身邊有需要嘅人。主，同時間我哋為着教會嘅禱告，求你保守我哋喺基督嘅裏邊有合一嘅關係。我哋唔係追求自己嘅喜好，而係我哋可以彼此謙卑、彼此聆聽、彼此服侍。主，我哋感謝你，你讓今日嘅崇拜有好多唔同嘅弟兄姊妹參與喺當中去侍奉你、去敬拜你。無論係喺音響嘅、喺音樂嘅、喺兒童侍奉嘅，或者係喺台上台下嘅弟兄姊妹，我哋都感謝你，讓弟兄姊妹願意去花佢哋嘅時間同埋心機去準備崇拜。主，我哋就求你自己看顧住我哋每一位侍奉你嘅弟兄姊妹，亦都願你看顧我哋今日可能因為患病嚟唔到嘅弟兄姊妹，求你看顧佢哋身體，讓佢哋可以得到你醫治，讓佢哋可以重新得力。求主看顧我哋每一位屬於你嘅兒女。我哋就將今日嘅崇拜都交上俾你，願你幫我哋有個謙卑嘅心去領受今日你自己嘅說話。求主帶領我哋今日嘅崇拜，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字，阿門。我哋一齊去讀使徒信經，去宣認我哋嘅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門。弟兄姊妹可以坐。好，接住我哋會有讀經嘅時候，今日我哋會選讀馬太福音嘅4章1至17節。1至17節咁記載。隨後，耶穌被聖靈帶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耶穌禁食了40晝夜，就餓了。試探者前來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就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吧。耶穌回答：經上記載，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更要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隨後，魔鬼帶耶穌進入聖城，使他站在殿的最高處，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就跳下去吧，因為經上記載，神為了你，會吩咐自己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腳碰到石頭。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着，不可試探主你的神。最後，魔鬼帶耶穌上了一座極高的山，
把世界各國和各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並且對他說：你只要跪下來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給你。但耶穌說：撒旦，走開！經上記着，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侍奉他。於是魔鬼離開了耶穌，有天使前來服侍他。耶穌聽見約翰被捕，就往加利利去。他又離開拿撒勒，往西布倫和拿弗他利境內近海的迦百農去。在那裏，為了要應驗以賽亞先知所說的：西倫地、拿弗他利地、沿海之路、約旦河外，外族人的加利利亞，住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見了大光；死亡幽暗之地的居民，有光照亮他們。從那時起，耶穌就開始傳道，說：天國近了，你們應該悔改。好，唔該 Eddie。喺進入經文之前，我哋做一個祈禱。主，我哋求你開你嘅心，讓我哋唔單止喺腦裏邊知識層面明白聖經，而係我哋可以去思想，並且係可以活出當中經文嘅內容。求主幫助我哋，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字，阿門。好，今日咧我哋揀嘅經文咧係馬太福音，其實都係接住我哋上個月，即係上次其實係嗰個關於天國福音嗰個嘅當中聖經嘅一啲教導。弟兄姊妹可能知嗬，前嗰排上禮拜我哋教會有一個嘅營會入咗 camp 啊，咁咧就我哋就睇傳道書嘅。咁如果大家有記得嘅話咧，其實我哋上年年中咧喺團契都查過傳道書嘅。咁唔知大家仲有冇印象嚇？咁咧我唔知點解喎，去完 camp 之後咧，我就成日諗起一段經文咧，就係馬太福音嘅第4章，好似咧就係回應緊傳道書嘅問題。傳道書佢特別關心到好多人生命嘅意義嘅問題，或者咁樣講，究竟一個信神嘅人可以點樣成長呢？可以點樣生活呢？傳道書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講解，而今日我哋睇馬太福音嘅裏邊，其實有類似嘅回應，就係乜嘢係真正嘅屬靈成長呢？好多人都話我想屬靈成長，但係其實乜嘢係屬靈成長呢？究竟係追求嘅成長係指乜嘢呢？係追求係智慧啊，係成就啊，定係話別人嘅肯定等等呢？其實傳道書裏邊所講嘅呢一啲，無論係智慧、肯定、成功，都唔係錯嘅喎嚇。某程度係啲好嘅嘢嚟嘅，但係當呢一啲嘢成為咗中心嘅時候咧，傳道書就話：我哋要小心啊！屬神嘅人唔會用呢啲嘢嚟去做中心嘅。而傳道書特別有一個提醒就係：如果我哋將一啲咧受造嘅物咧，被創造嘅物咧，去將佢變成我哋人生最終嘅滿足嘅話，最後呢一啲嘅嘢咧係唔可以去承載我哋生命嘅重量嘅。傳道書有句好出名嘅説話，大家都會成日聽到嘅，就係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因為這是人所當盡嘅本分。對現代人嚟講咧，敬畏神、遵行神嘅誡命，好似好難喎，好似同我冇乜關係喎。特別咧，其實好多人咧會覺得咧，越多嘅就代表
緊呢一種嘅敬畏神嘅生命，就係主耶穌佢完全去活出呢種嘅生命出嚟。我哋可以從今日經文裏邊去思想點樣透過主耶穌嘅一啲嘅對話同埋一啲生命嘅回應，我哋更加明白乜嘢係為之屬靈嘅成長。大家會記得上次嘅講道，我哋提到主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去宣講天國嘅福音，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有啲人咧，有啲嘅人就寫書咧，就諗啊，其實耶穌喺公開傳道之前咧，做乜嘢嘅咧？喺邊度學過嘢嘅咧？進修過嘅咧？有冇讀過神學嘅咧？耶穌咁樣。咁有啲書咧就憑幻想就會寫話，耶穌咧其實去過西藏嘅，耶穌咧去過印度學過嘢嘅咁樣係。但係其實呢啲説法咧都係冇根據嘅，係諗出嚟嘅。其實係諗下就當係真嘅。其實咁，但係你知道呢一啲嘅書咧，最大嘅問題就係咧，佢哋都係近代諗出嚟嘅一啲嘅知識，佢哋冇喺2000年前第一世紀嘅文獻咧去成為佢哋基礎。但係福音書嘅記載咧，其實就係2000年前第一世紀一班初期信徒、初期嘅門徒嘅傳統去寫出聖經出嚟。咁所以當中個可靠性咧係非常之令人係覺得係相信嘅。而馬太福音所記載、福音書所記載嘅，正正係當時第一身嘅門徒記載耶穌嘅生平同埋經歷。4章1節咁樣講，隨後耶穌被聖靈帶到曠野，受魔鬼嘅試探。上文提到耶穌受洗之後，跟住第4章呢度就講耶穌去到一個曠野受試探。其實呢一句短短嘅説話咧，佢已經講咗幾樣嘢：時間，應該咁講，地點、人物同埋主題。地點邊度？曠野。人物耶穌同埋魔鬼或者試探者。主題咧，耶穌接受試探，或者咁講，耶穌接受一個嘅試煉。喺上文第3章啱啱提到耶穌啱啱係受洗，而受洗裏邊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重點就係天父喺天上邊去有把聲音同耶穌講：你係我嘅愛子，我喜悅你。呢句説話好緊要，因為代表住耶穌佢係神嘅兒子呢個身份。所以去到第4章嘅時候，其實耶穌已經好肯定知道佢就係神嘅兒子，佢唔需要估，佢唔需要去考自己，而係上帝親自講咗，佢就係神嘅兒子。而喺呢一度，魔鬼要做嘅試探就係要挑戰耶穌呢個身份。神嘅兒子唔代表住耶穌可以離開人嘅試探，佢同人一樣，佢都要面對人要面對嘅試探。而原文裏邊其實試探同埋試煉咧係相同嘅字嚟嘅，即係話上帝亦會讓人有機會遇到試煉，唔一定出於一啲壞嘅一啲嘅動機。而喺呢度，大家會見到係聖靈引導耶穌去到曠野嘅。咁如果大家回望自己嘅人生，好多時你會記得到好多大大小小嘅挑戰咧，係唔容易，或者你會唔明白當時發生咩事。但係當你翻轉頭回望嘅時候，你會感受到，原來上帝嘅心意係咁樣，讓我可以關關難過關關過。而呢度裏邊，耶穌就要面對一個佢人生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考驗。大家會知嗬，屬靈成長係需要考驗嘅。如果你話我想高，但我唔想身體改變，係唔得嘅。你想高，你就要身體改變；你想屬靈成長，你就要面對試煉，你就要面對挑戰。
呢個好合理嘅事嚟。而喺經文裏邊，魔鬼咧對耶穌有3個嘅試探，係3個唔同嘅問題，但係都係問緊同一樣嘢，就係耶穌你係邊一個？耶穌你人生嘅中心係邊一個？你係靠緊邊一個而生活？呢一個就係魔鬼想試探耶穌嘅一個嘅方向。我哋睇第一個係問緊咩問題咧？就係問緊一個關於生存同埋自我滿足嘅問題。我哋為咗生存可以去到幾盡咧？可以係我哋睇第2節至第3節。不如我請大家一齊讀下第2節同埋第3節。起。大家會留意呢度講耶穌禁食咗幾耐？40晝夜，40日。而而家魔鬼同佢講話：你不如將石頭變食物啦。意思就係、其實耶穌係喺佢最軟弱嘅時候，突然間魔鬼提出呢個嘅問題：你已經餓咗40日啦，好肚餓噶啦，你個身體好軟弱噶啦。你再唔食嘢會死噶啦，不如咁啦，你將石頭變包啦，變食物啦，咁你就冇事啦。我諗大家都會經歷過，好耐冇食過嘢之後咧，突然間有得食嘅話咧，你食咩都會覺得好味嘅。調翻轉你好飽嘅時候咧，你食山珍海味都覺得即係好漏啊，冇乜胃口食嘢啊。耶穌40日冇食嘢，其實佢係好肚餓嘅。經文都有講到佢係肚餓嘅。但係一個魔鬼嘅試探，重點喺邊一度咧？可能以前細個會聽過呢個古仔，就以為係耶穌佢可能要測試耶穌有冇能力可以將石頭變麵包。耶穌做到咧，就證明佢係神嘅兒子啦。咁樣係。但係呢個唔係經文所講嘅解釋。經文所講嘅係啱啱相反。如果耶穌聽魔鬼所講嘅變食物嘅話咧，其實調翻轉，佢唔不配去作神嘅兒子。點解咁樣講咧？舉個例子就係，如果有個官員佢用佢嘅身份去貪污，佢用佢嘅權利去為自己去謀私利，當有人發現咗之後，好多人就會講，佢唔配去做我哋嘅官，係咪？某程度呢度想講嘅就係話，耶穌如果佢唔相信上帝嘅保守嘅話，佢要靠自己嘅方法去讓到石頭變麵包嘅話，其實呢度所講嘅就係話，佢對上帝、佢對天父失去咗一種嘅信心，而佢聽咗魔鬼嘅說話。咁所以呢一度裏邊魔鬼嘅試探係講緊話，我哋嘅恩賜，我哋嘅所有嘅，其實從神而嚟嘅。我哋唔需要懷疑上帝嘅供應，唔需要懷疑上帝嘅恩典。當你懷疑嘅時候咧，我哋會誤用咗上帝俾我哋嘅恩賜、才幹、金錢同埋機會。當我哋懷疑上帝供應嘅時候，我哋會做乜嘢？我哋會靠自己嘅方法，希望達到我哋想要嘅目標。所以一度第一樣嘢第一個問題想講嘅就係話，我哋唔好單單滿足自己嘅慾望，而係我哋要將上帝俾我哋嘅所有嘅，係用嚟去榮耀上帝。我哋唔係要建立自己嘅王國，而係我哋知道我哋嘅身份係神兒女嘅時候，我哋單單要做嘅，相信上帝供應。我哋單單要做嘅就係去順服上帝對我哋嘅心意。呢一個係第一方面。耶穌用申命記去回應魔鬼。耶穌話：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更要靠神口裏所出嘅一切話。大家會知道申命記嘅背景其實係講緊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佢哋
離開為奴之地埃及，經過紅海，進入曠野40年。曠一個咧完全冇資源嘅地方嚟嘅，冇農地、冇超市、冇街燈，冇穩定嘅供應，乜都冇。要養活200萬人，我哋估計最少200萬人喺曠野。你諗下，每一日要幾多嘅食物、幾多嘅水、幾多嘅供應？但係上帝正正就係每一日去供應佢哋嗎哪，日頭有雲柱，夜晚有火柱。所以耶穌用申命記回應魔鬼嘅時候，呢句説話：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意思係講乜嘢呢？意思唔係話我哋可以，即係我哋唔係可以食聖經喎嚇，即係我哋都要食嘢嘅喎，都要係。意思係我哋信得過上帝應許，上帝應許我哋嘅，我哋就信得過上帝，就會去做佢嘅應許，完成佢嘅應許。正如上帝應許佢嘅子民以色列人會供應食物。上帝就一直供應食物俾佢嘅子民一樣，所以好多時試探唔係一啲試探嘅物品，唔係一啲絕對嘅邪惡嘅，可能係人，可能係錢，可能係食物，可能係工作，可能係唔同上帝所創造美善嘅事。但係個試探就係我哋誤用咗呢一啲上帝所創造嘅。擺錯咗位置。聖經話我哋要將上帝擺中心嘅位置，其他嘅事、其他嘅東西就會擺翻去啱嘅位置。所以第一方面，真正嘅屬靈成長就係喺缺乏嘅當中，我哋仍然去信靠上帝。屬靈成長係將生命嘅中心由自己轉向上帝。第二個問題。經文係第4章嘅5至6節，我請大家一齊讀啊！起，呢度係第二個問題，就係問緊一樣嘢，就係你為咗得到身份嘅肯定，你會唔會試探上帝？呢度講魔鬼再次挑戰耶穌兒子嘅身份，帶耶穌去到一個好高嘅聖殿上邊。大家會知道咧，聖殿係當時最高嘅建築物嚟嘅。咁所以咧，當有任何事發生嘅時候咧，啲人係會見到嘅。咁而一度魔鬼就係鼓勵耶穌，不如咁啊，你試下跳落嚟啦。今次魔鬼仲犀利喎，佢係用聖經去試探耶穌嘅喎。聖經係會可以被誤用嘅喎，大家會知道係。佢話：喂，詩篇我講過喎，神嘅僕人天使會接住佢嘅喎，佢隻腳唔會撞到啲石頭嘅喎，不如你試下啦，耶穌咁樣。其實魔鬼想測試耶穌嘅乜嘢咧？當假設你喺聖殿跳落嚟嘅時候，突然間有個天使接住你，抱住你，你可以慢慢落地，啲人會點樣睇你咧？哇！你簡直係神人啊！你簡直係上帝嘅代表啊！我哋可以想象好多人會好愛慕耶穌，去跟住耶穌，去成為當時一個嘅風頭躉。耶穌即刻可以係我諗好，我以前細個睇嘅時候都諗係唔係會發生嘅咧咁樣。但係而家咧好多網紅其實都做類似嘅嘢，我發覺係即係有啲好高嘅地方去做啲動作啊，帶支旗上去啊，或者係做啲比較危險嘅動作去引人注意，去增加自己流量或者咧係去證明自己咧係與眾不同，去即係我哋所謂嘅 draw attention。原來係會發生嘅喎，呢啲情況係會。對於耶穌嚟講，佢最大嘅試探乜嘢咧？就係佢係咪需要證明自己嘅身份？因為啱啱提到受洗嘅時候，上帝已經係肯定咗佢身份，但係耶穌佢
需唔需要證明自己呢？耶穌點樣回應魔鬼呢？耶穌引用咗《申命記》嘅說話。耶穌第7節咁樣講：經上又記着，不可試探主你的神。大家會知道《申命記》呢一句有一個背景嘅，就係當時以色列人喺嗎哪呢個地方嘅時候咧，去試探上帝。當時佢哋喺曠野冇水飲，佢哋埋怨摩西，跟住佢哋有個問題就係：究竟上帝係咪我哋中間呢？佢哋唔係好謙卑去問上帝，而係佢哋希望求上帝證明自己。佢哋嘅意思就大約想講話：如果你真係同我哋一齊嘅話，上帝，你立即按我哋嘅方法俾水我哋飲，我就相信你係我哋上帝啦。所以某程度佢哋係逼緊上帝按佢嘅方法去做事。經文講呢種係一種對神嘅試探，而真正嘅信靠係我哋唔可以操控到上帝嘅。我哋唔可以逼上帝證明佢愛我哋嘅。真正嘅信靠係無論環境有冇改變都好，我哋仍然相信神嘅信實。所以耶穌佢根本就唔需要喺聖殿跳落嚟，佢唔需要證明自己就係神嘅兒子。因為上帝已經講過，這是我嘅愛子，我所喜悅的。所以耶穌嘅身份，佢唔需要建立喺別人嘅掌聲上邊，佢即係建立喺天父嘅宣告上邊。我諗一個我自己好中意嘅屬靈嘅作家，可能我之前都提過佢個名嘅，佢叫盧雲。佢寫好多書嘅，佢特別佢寫好多咧關於係心靈需要嘅書，好多細本嘅書咧，佢寫得好好嘅。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睇佢啲書，對心靈一啲醫治好有幫助。佢係本身喺可能我都提過，佢本身係喺好多大學裏邊咧係做教授嘅。喺哈佛亦都教過神學。咁佢好多年都係喺學術裏邊咧係好出名嘅一位嘅教授。但係佢承認一樣嘢就係咧，雖然佢平時咧要教人謙卑，要教人服侍人，要教人咧去親近上帝，但係其實佢知佢個試探咧，佢好需要做教授嘅身份，佢好需要做作者嘅身份。佢要靠一個名人嘅身份咧，去維持嗰種別人嘅肯定。所以咧，去到佢人生嘅尾段咧，佢做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決定咧，就係佢唔再做教授，佢只係去到一個咧好細嘅群體裏邊咧，佢係去同一班所謂心智有障礙嘅人咧，其實唔係好諗到嘢、講到嘢嘅一班嘅人士咧，去同佢哋一齊住，去陪住佢哋一齊學習，去照顧佢哋。但係咧，佢提到一點喎，佢話正正呢種嘅轉變咧，佢更加揾到佢先至係上帝兒女嗰份嘅身份，因為佢知道原來我哋係神兒女嘅身份個價值唔係在於嗰啲別人嘅肯定，而係在於上帝對我哋嘅愛。所以第二方面，真正嘅屬靈成長唔係要不斷證明自己啊，而係我哋可以好安穩喺神嘅身份嘅當中，我哋可以感受神嘅愛。屬靈成長係讓生命嘅中心由自己轉向上帝。而第三方面，第三個問題就係第8同埋第9節嗰度，你要跪下來拜我，我就把一切都給你。嗱，今次咧魔鬼咧好直接嚇，唔同你兜圈啦，唔同你傾咁多偈啦，一句到尾，你拜我，呢啲一切榮華富貴、權力、榮耀，俾晒你。聖經唔係講話萬民要歸向神嘅咩？耶穌而家好簡單，你拜我，你唔使做咁多嘢啦。呢啲一切即刻俾你。你有個權柄去控制呢個世界嘅萬國。大家會知呢一個嘅試探其實對耶穌係
可能係有種嘅力量嘅。點解呢？意味住耶穌唔需要去上十字架，已經係可以讓到萬國歸向神，或者歸向神嘅國。佢可以成為到世界有 authority 嘅人，唔需要透過十字架嘅苦難就可以成就呢件事，亦都唔需要用咁多時間去傳道，要教導啲常常唔明白嘅門徒，唔需要啦。魔鬼講咗一個捷徑，如果呢個捷徑咧，你就搞掂啦，可以係。但係耶穌點樣回答魔鬼？第10節，耶穌話：撒旦走開，經上記着，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侍奉他。耶穌話：你走開，我淨係會單單去信靠侍奉我嘅上帝。某程度耶穌所做嘅就係佢拒絕用妥協去換取成功，佢拒絕咗一條咧可以避免十字架嘅路。弟兄姊妹，如果問大家一個問題，如果有人同你講，我俾你一筆好可觀嘅收入，呢筆收入足夠你可以用成世，係用極都用唔晒嘅。但係有一個條件，就係你唔可以再認真去跟隨耶穌。你會點樣揀？又或者用另一個嘅方法去問問題，就係如果你嘅兒女保證你可以入到世界最好嘅大學，保證你畢業之後入到世界最好嘅科技公司，保證你嘅兒女呢一世都係屬於人生勝利組。條件係你唔可以公開宣稱你嘅信仰，你唔可以同人講你係基督徒，你唔可以將耶穌作你生命嘅中心。你願唔願意？我諗我哋大部分人都唔會好明顯咁樣去敬拜魔鬼嘅嗬，我哋唔會咁樣做嘅。但我估我哋都會有好多試探，就係我哋每一日有好多好細微嘅事咧，我哋會選擇做唔做妥協嘅。我哋選擇係用神嘅方法，定係用人嘅方法係去面對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議題。我自己咧喺入神學院之前咧，其實我好少講自己嘅嘢嚇。喺入神學院之前咧，其實都做過唔同嘅工作嘅。其實我係有做過商界嘅。咁喺商界裏邊咧，其實都係學到好多嘢。其實係咁，亦都有見到好多唔同職場嘅文化。我會經歷到嘅。包括乜嘢嘅職場文化咧？好多人要好保護自己嘅。有咩方法保護自己咧？就係咧，例如可能會講大話啦，但係覺得好常態嘅事啦。又或者可能喺上司面前好恭恭敬敬，但喺背後咧講好多是非。又或者可能係去透過打擊一啲嘅同事，去顯出自己特別叻。又或者嘗試搞一啲嘅圈子，去幫自己可以排斥一啲唔中意嘅人。我諗職場文化有好多呢啲唔同嘅情況會發生。我諗我哋都要好似耶穌所講嘅，要靈巧像蛇，純良像鴿子一樣。我哋都要去學點樣保護自己，去同唔同嘅人係去相處。但係我諗呢一度有一個嘅大家要考慮嘅就係話，如果我哋作為基督徒都做啱啱所講嘅行為嘅話，未信主嘅人會點樣睇我哋咧？佢哋會可能有兩個嘅反應。咦，基督徒都咁樣做啊？其實你係咪基督徒嚟㗎？又或者有另一個嘅反應就係：咦，點解基督徒都會做呢啲嘢嘅？唔通佢嗰個神咁渣嘅咩？佢嗰個神同佢生命冇關係嘅？咁我都唔係好信呢個神啊！大家會明白嗬？雅各書所講咧，我哋信主係信心，但係冇行為嘅信心係死嘅信心。所以我諗呢一度主耶穌所面對嘅試探其實好真實嘅，就係
我願唔願意去真係單單侍奉耶和華？我係用神嘅方法去面對問題，定係話我願意妥協去得到自己一啲嘅好處？呢一個係我哋每個人都要問嘅問題，亦都係我哋每個人都會面對嘅挑戰。我諗作為牧者一樣會面對呢個嘅試探，就係大家會明白教會會有好多人返教會，教會嘅領袖都會考慮教會有幾大，教會有幾多人，教會有幾多錢，用呢啲嘢嚟衡量教會嘅價值啊。其實呢個試探嚟嘅，呢個係。所以我諗教會嘅領袖、牧者、長老同弟兄姊妹都要彼此守望，一齊祈禱，求主幫我哋唔好面對呢種嘅試探。而真正其實教會最大嘅價值乜嘢咧？教會嘅價值唔係有幾多人，唔係個建築物有幾大，唔係個組織有幾成功。教會最重要做嘅係忠於上帝嘅心意。教會最大嘅權威係乜嘢啊？係按正義去宣講上帝嘅道。若然我哋冇咗神嘅道嘅話，就算我哋幾多人，有幾大嘅教會都好咧，我哋都會離開咗上帝。所以第三方面，我哋會見到嘅就係真正嘅屬靈成長。第三方面，我哋唔好用妥協去換成功。就算我哋有時需要付代價都好，我哋都要單單敬拜侍奉我哋嘅主。屬靈成長係讓生命嘅中心由自己轉向神。今日講嘅三個試探，大家都要留意，就係耶穌唔係叫我哋離開世界。耶穌唔係去做一個隱士離開世界，而係話耶穌一樣進入世界，面對當中嘅苦難，面對當中人與人之間嘅困難。經文第16節咁樣講：住在黑暗中嘅人民看見了大光，死亡幽暗之地的居民有光照亮他們。耶穌進入人群，宣講天國嘅福音，佢呼召門徒醫治病人，佢接觸社會被排斥嘅人，佢同人食飯，佢建立友誼。耶穌用生命顯示點樣敬畏神，亦都某程度對我哋嚟講一種嘅榜樣。而耶穌最大嘅挑戰、最大嘅試煉喺邊度？喺客西馬尼園，佢求上帝，如果可以嘅話，拿開呢個苦杯。佢經文講佢緊張到，佢憂傷到，嗰啲汗好似血一樣滴落嚟。但係耶穌佢最後佢選擇信服上帝。佢話：但係按你嘅旨意，唔好按我嘅旨意。弟兄姊妹，當最後我哋提到經過呢三個嘅問題之後，我哋再反思翻乜嘢係為之敬畏上帝。敬畏上帝其實唔係有啲好遙遠嘅事。敬畏上帝係我哋對上帝對人嘅一種態度。唔係敬畏上帝，唔係話唔追求卓越。但係卓越唔係我哋嘅主人。我哋唔係唔工作。但係工作係我哋服侍嘅機會。我哋唔係唔讀書，但係讀書成為咗我哋榮耀神嘅機會。我哋唔係唔享受人生，但係我哋享受神所賜嘅人生，但係唔可以讓享樂成為咗上帝。我哋唔係唔追求成長，但係我哋唔需要讓成就去證明我哋嘅身份。敬畏神就係承認上帝就係上帝，神嘅旨意係我哋生命最高嘅權威。所以當我哋願意將上帝擺喺我哋生命中心嘅時候，其他美好嘅物件、事件都會翻到佢應該有嘅位置。最後我諗起咧，有一個大家會睇過嘅故事啊，有 movie 啦，有呢個嘅舞台劇啦，Lion King 獅子王，我諗應該差唔多人都睇過，或者係你去嗰啲
公園咧，都應該都有去過啲舞台劇嚇。以前睇就一出嘅卡通片啦，兒童嘅故事啦。但係其實咧，呢個故事係講乜嘢咧？係講嗰個男主角咧，去揾翻佢嘅身份。佢細個佢已經知自己係王子嚟㗎啦，仙巴。但係佢因為佢對自己冇信心，亦都被人呃過，佢慢慢佢忘記咗佢個身份。佢仍然係一個獅子，佢有獅子能力，但係佢唔再以為自己係王子。直到幾時？直到佢聽到佢爸爸同佢講 ：Remember who you are. Remember who you are. 你要記得你係邊個啊？你要記得你係王子嚟㗎，仙巴。大家會知道最後結局係仙巴佢揾翻佢身份之後咧，佢翻去佢去承擔翻佢嘅使命，佢變翻嗰個嘅獅子王。弟兄姊妹，我諗最後你都要記得你係邊個？你係邊個？你係上帝嘅兒女。雖然我哋唔係耶穌，我哋唔係神嘅兒子，但係因着耶穌，我哋都成為咗神家裏嘅人。我哋係神嘅兒女，係上帝用重價係贖我哋翻嚟嘅兒女。弟兄姊妹，我哋係屬於上帝嘅。真正嘅屬靈成長就係讓我哋嘅生命嘅中心由自己轉向上帝。喺缺乏裏邊，我哋去選擇信靠上帝；喺不被肯定嘅時候，我哋有嗰份嘅安穩喺神嘅身份嘅裏邊。而當面對好多嘅試探嘅時候，我哋選擇單單侍奉我哋嘅主，我哋嘅上帝。主耶穌話：先求神嘅國同埋神嘅義，其他嘅事都會加過俾我哋。耶穌唔係話我哋要乜嘢都會有，而係耶穌話上帝會將我哋真正嘅需要去回應我哋，加過俾我哋。上帝俾我哋嘅應許，願我哋一齊相信佢，一齊祈禱。